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3年的7月7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45篇第10节到17节，创世纪27章第1节到17节，罗马书第7章第7节到20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自我分裂。对于自我认知的误谬还有那个混淆，会产生极为不好的结果。以扫跟雅各他们兄弟之间的相争，最后就是决定在以扫他自己对长子名分的自我认知的问题。从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来看，似乎是雅各假装了以扫的身份，骗取了以扫长子的名分，领受的祝福。但是事实上是因为以扫在之前就因为打猎回家之后肚子非常的饿，就为了弟弟煮的红豆汤，然后就出卖了自己长子的名分。圣经这样记载说，有一天雅各在煮红豆汤，以扫打猎回来，肚子饿了，对雅各说：“我饿得要死，给我一些红豆汤吧。”因此他的名字就叫做以东。雅各回答：“你把长子的名分让给我，我就给你红豆汤。”以扫说：“好了好了，我快死了，长子的名分有什么用呢？”雅各回答：“你先向我发誓，把长子的名分让给我。”以扫就发誓，把长子的名分让给了雅各。于是雅各拿些面包和红豆汤给以扫，以扫吃了喝了，就起来走开。以扫竟这样轻看了长子的名分。创世纪25章29节到34节，因为他对于自己身份的认知有严重的自我分裂，在肚子饿的时候，长子的名分看起来就不重要，甚至是可以被出卖的。一旦纯粹面对父亲给长子祝福的时候，他又回到长子的身份，因此被雅各抢先获得的祝福的时候，他就非常多的这个抱怨就跑出来了。圣经创世纪27章第1节到17节的经文这样记载：现在以撒已经老了，眼睛也瞎了，他召长子以扫来，就对他说：“我儿啊。”以扫回答：“我在这里。”以撒说：“你看，我已经老迈，离死不远了。你带弓箭到野外去打猎，照我的喜爱口味烧好，拿来给我吃，好让我在死以前祝福你。”利百加听见以撒跟以扫所说的话，就趁以扫出去打猎的时候，对雅各说：“我刚听见你爸爸对你哥哥以扫说，你去打猎，照我喜欢的口味烧给我吃，好让我在死以前，在上主面前祝福你。我儿啊，你听着，照我的话去做。你到羊群中找2只肥嫩的小山羊来，我要照你父亲所喜欢的口味烧好，你可以拿去给他吃。
他会在死以前祝福你。但是雅各对母亲说：“你知道我哥哥以扫全身长毛，我的皮肤却很光滑。万一爸爸摸我，发现我欺骗他，我不但得不到他的祝福，反而为自己招来咒诅。”他母亲回答：“我儿啊，让我承担咒诅，照我的话做吧。你去把山羊牵来。”于是雅各把羊牵来交给母亲，母亲就照父亲的喜欢的口味烧了，然后把以扫留在家里最好的衣服拿出来给雅各穿，用山羊毛裹住他的双手和脖子光滑的地方，又把烧好的肉和烤好的面包交给他。从犹太人的认知以及这种文化来看，以扫确实有认知混淆，甚至到了自我认知分裂的这种程度。而这种为了红豆汤，我们说肉体的需要，他就放弃了看清了长子的名分，我们说跟上帝的关系，这是离开上帝的宣誓以及做法，是得罪了上帝。保罗对于律法跟罪的教导其实是非常严谨的。他告诉罗马教会的基督徒说：“那么，我们可以说法律本身是罪吗？当然不可。然而借着法律，我才知道罪是什么。要不是法律说不可贪心，我就不知道贪心是什么。罪借着法律的命令寻找机会，在我心里激发各种食欲。没有法律，罪就无机可乘。我从前生活在法律之下，后来有了法律的命令，罪就活跃起来，结果我在罪中死了。原来法律命令是要使人得生命，可是对我来说，它反而带来死亡。因为罪借着法律的命令找机会诱骗我，也借着法律的命令置我于死地。摩西的法律本身就是神圣的，法律的命令是神圣的、公平和良善的。这样来说，那良善的使我死亡吗？当然不是，是罪。只是罪借着那良善的带来死亡，为要使罪的真面目更加明显。借着法律的命令，罪的恶性就变本加厉了，会导致一个基督徒离开上帝的原因，其实就是自我认知的分裂与混淆，不够看重自己属灵的身份，上帝儿女的名分，在对于想要的东西的时候，就是欲望，就放弃了上帝儿女的身份。一旦失去了上帝的赐福，那个时候又转回来想起了我是上帝的儿女。这样分裂的自我认知就会导致自己在亲近上帝与远离上帝之间的游离。保罗又这样的明白的对罗马教会基督徒说：我们知道摩西的法律是属灵的，但是我是属肉体的人，已经卖给罪做奴隶，我竟不明白我所做的。
因为我所愿意的，我偏不去做；我所恨恶的，我反而去做。我若做了我不愿意做的事，我就不得不承认法律是对的。既然这样，我所做的并不是真的我在做，而是在我里面的罪做的。我也知道，在我里面，就是我的本性里面没有良善，因为有行善的意愿，却没有行善的能力。我所愿意的善，我偏不去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反而去做了。如果我做了我不愿意的，就表示这不是我做的，那是在我里面的罪做的。心里不愿意的事情，却反而去做。保罗明指的，这是人的分裂心态。在18节到19节的经文，保罗说：因为我有行善的意愿，却没有行善的能力。我所愿意的善，我偏不去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反而去做。这样的矛盾心态、分裂的心态，使人远离了上帝，远离了真道，去追求那肉体短暂的需求。可以说，这些罗马基督徒没有好的信仰行为见证，却行出不合乎真道的生命行为，失去了见证。诗篇45篇第10节到17节：君王的新娘啊，请听我的话，忘记你的本族和亲属吧。你的美貌会使君王恋慕，他是你的主人，你应该顺服他。泰尔人要来向你进贡，富足的人要讨你欢心。在宫室中，公主多么美丽啊！她的衣裳用金线绣成，她穿着锦绣华服，被引到君王面前。陪伴着她的宾相也蒙引荐，他们都欢欣快乐，一起被引进王宫。我的君王啊，你将有很多子孙继承列祖的王位，你要立他们统治全世界。我的诗歌要使你的声誉永垂不朽，万民要永远歌颂你。求主帮助我们持续的追求与上帝立约的关系，看重上帝的赐福与应许，在面对生活上许多的诱惑时，坚持走在上帝的真道上，成为忠心的跟随者。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